申請英國 ETA 教學。開始申請 ETA 前，需準備以下嘅嘢：有效護照、信用卡又或者 Google、Apple Pay、手機或平板電腦、電子郵件地址、港澳英文居住地址、申請人照片。申請費用為16英鎊。YOA 嘅英國同愛爾蘭夏令營有多間學校選擇，部分僅餘少量名額，快啲聯絡我哋報名啦！第一步，下載官方嘅 UK ETA App。第二步，安裝完成並開啟 UK ETA App， 點擊 Next， 點擊 Continue， 點擊 Start Now 進入申請程序，點擊 Agree and Continue。第三步，輸入電子郵件地址。第四步，輸入電子郵件收到嘅驗證碼。第五步，輸入手機號碼。第六步，查找護照封面上嘅電子晶片標誌，有就點擊 Yes， 如果冇晶片或掃描電子晶片失敗就點擊 No。第七步，拎出護照準備拍攝，注意拍攝需清晰無反光，護照四角完整。第八步，打開護照個人資料頁，放喺輔助框內 ，App 會自動拍攝。第九步，確認自動拍攝嘅護照圖片。第十步，將手機或平板緊貼喺護照嘅電子晶片來讀取資料。小貼士，放喺護照膠片頁面會更易讀取。成功讀取會睇到綠色進度條，進度條完成後點擊 OK。如果第六步護照冇晶片或者掃描電子晶片失敗，拍攝護照後確認資料正確，點擊 Confirm。第11步，點擊 Scan Face， 按提示將臉部移到輔助框內，太遠或太近會提示驗證完成，點擊 OK。第12步，準備自拍申請人照片。注意，請將手機鏡頭與視線保持水平，背景唔好有雜物，室內燈光保持明亮。照片要影到頭肩位置，臉部對準輔助框，點擊圓形掣自拍。自拍唔啱要求，需點擊 Retake 重新拍攝。如自拍已達要求，點擊 Use this photo 使用照片。第13步，輸入英文地址。第14步，確認國籍。第15步，回答是否有工作。學生申請人選 No，I do not have a job。第16步，回答是否有犯罪記錄。第17步，回答是否參與或涉嫌參與以下行為。第18步，確認所有資料正確。第19步，準備付款。第20步，選擇國家或地區嘅支付貨幣種類。第21步，選擇支付方式。申請完成，申請表亦會發到電子郵箱。Reminder， 將收到嘅 ETA 申請表 Approved Email 影相俾 YOA 夏令營顧問，確認申請成功。